喂，歡迎收睇難解難分啊！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相似日文係他後で T 卡啦。嗱，今次呢兩個就真係九成似啦，因為佢哋兩個都係表達嘟嘟之後嘟嘟。嗱，咁我哋喺解釋之前，不如睇下以下呢兩句例句嚟。ジョギングをスタートでシャワー浴びます。ジョギングをしてからシャワー浴びます。嗱，兩句其實都係講緊慢跑之後，我會沖個靚涼。咁你明唔明兩句有乜分別呢？我幫你分析下啦噃。首先我哋睇他後で，佢係咁樣構成嘅，佢係來自動詞嘅他形接駁後で。例如我哋用食做例子咯，食べます，他形就係食べた，再接駁後で。行きます，他形就係行った，再加後で。好，咁係咩意思呢？咁呢個好簡單啫噃，佢就係表示做咗前面嘅行為之後，做咗前面嘅行為、前面嘅事情之後，做後面嘅行為咯。所以佢係愛嚟單純地表示個行為順序嘅啫。咁所以你可以翻譯做之後啊、後啊。例如啦，晩ご飯を食べた後で散歩に行く，咁即係話我食完晚飯之後咧，會去散個靚步咯。咁呢個就係單純地表示時序啫，係話俾人聽散步係發生喺食晚飯之後啫，佢唔係一個必然條件嚟，食飯唔係必然條件嚟。咁又或者我哋睇下呢個我好喜歡嘅鬼滅之刃嘅角色明女娜姫，我哋睇下佢官方介紹係點講先好嘛？好，200字唔睇啦，睇呢句。人を殺した後で琵琶を演奏する。哦，明女佢會喺殺人之後演奏琵琶。咁呢個就係單純地表示個行為順序咋，佢唔係講緊殺人係個必要條件啊，佢係殺完人之後會彈琵琶，唔係個必要條件。佢一日24個鐘都坐喺無限城度彈琵琶噶啦。好，咁然後てから佢係咁樣嚟嘅，動詞嘅て形再加から。咁我又用頭先嗰兩個動詞做例子咯。食べます變成食べて再加から。行きます變成食け再加から。咁今次呢個意思就係表示做咗前面嘅行為，做咗前面嘅事情之後，先會做後面嘅嘢，先至做後面嘅嘢。咁佢同他後で最大嘅分別就係前面嗰個行為係一定要必須要嘅觸發條件。你前面嗰樣嘢冇做嘅話，前面嗰樣嘢唔發生嘅話，後面都唔會發生，後面都唔會做。咁所以你可以翻譯做之後才，之後先咁啦。例如啦，我用翻頭先嗰句食飯做例子咯，改一改佢。晩ご飯を食べてから散歩に行く。我食完晚飯之後先會去散步。咁佢同樣都係表示食完飯之後會散步，但係多咗一樣嘢啦，就係表示食飯係散步嘅必須觸發條件。我唔食飯，我係唔會去散步嘅。雖然佢都係表示散步係發生喺食完晚飯之後，但係今次佢仲要強調一樣嘢，就係食飯係必須條件。唔食飯我係唔會散步。而上面嗰句只係單純地講食完飯之後有咩搞啊？行下啦，散下步啦。嗱，呢個就係微妙嘅唔同啦吓。咁又或者啦，悟空は海王星で修行を終えてから地球に戻ってベジータに立ち向かった。即係話悟空佢喺界王星完成修煉之後，先翻嚟地球迎戰比達嘅。嗱，咁即係都係表示，迎戰比達係發生喺界王星修煉之後，但係今次就係表示個必須條件啊。喺界王星修煉就係個必須條件啊。你唔完成呢樣嘢，你係唔會翻去地球打比達嘅。咁再者，你唔完成個修煉嘅話，
你返到去連豆豆人都打唔贏啦。OK，所以我哋最後整理下啦噃。他後的就係做咗前面嘅行為，發生咗前面嘅事情之後，做後面嘅嘢，咁佢係單純地表示個順序嘅啫。然後到 T 卡啦，佢就係表示做咗前面嘅行為，做咗前面嘅嘢之後，先會做後面嘅嘢。佢唔係單純嘅順序，而係前面嘅行為係必須要先做咗先嘅觸發條件。你冇達成到呢個條件嘅話，後面係唔會發生。明唔明白個分別？所以你可以話俾人聽，我屙完屎會去沖涼，但係你就唔可以話俾人聽，我屙完屎先至會去沖涼啦。咁萬一你便秘，你咪成日都唔使沖涼。明唔明白？明嘅，我哋下次見啦。